继续要来看是这个高雄的凤翔消防分队，2年前伫出勤的时阵，互一台连结车甲弄着，当时这个消防员一个死亡，4位轻重伤。跳司的司机方用过失致死罪判刑2年。高雄高分院审理了后，是以3400万和解，而且判缓刑5年。其中一个受重伤的消防员的太太真无奈，讲这个赔偿偌济已经无重要，讲这个跳司的司机够胆，要欠因一个道歉。讲这2年来的官司嘛真受折磨，敢若希望生活会当恢复平静，悲剧莫阁发生。出勤的消防车和一台连结车弄着，高雄凤翔消防分队109年2月13这场车祸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4个人重伤。小队长帮英昌顺捷，另外一个队员罗通生是重伤。过去有水线冲火场，即马敢若会使坐轮椅。他小孩后生真捌代志，甲妈妈讲换伊来照顾爸爸。罗通生因为头壳伤甲真正落失灵，生活上拢无法度家己处理。处理2年外的车祸官司，一审互判过失致死罪。肇事现场的连结车驾驶互判刑2年。高雄高分院审理了后，以3400多万和解，而且假罪5年。对安尼结果，罗太太真无奈。整个诉讼的过程我们很煎熬，所以对于他的刑度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尊重法院判决。这场车祸甲2个家庭毁掉，死伤的家属却担无肇事司机来赔偿的。他其实到今天对我们没有来探望过，也没有任何一句道歉或不好意思或对不起都没有。他是不是欠这车上5位消防员一个很诚挚的道歉？罗通生的太太讲尊重司法，即马嘛敢若毋望翁婿状况会使一天比一天更较进步，嘛希望安尼悲剧袂阁发生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